北港点心蔡连真，讲到北港的早顿，要食就爱排真长。有人困袂到天光，透早起床就出门。成功面线糊南软，2人先点碗里炕，面线南落搅卤汤，搁再配2千油饭。刷落煎半过米肠，烟肠卤肠排中央，韵料米浆色土黄，食甲空空无拍算，气味保证毋免问。阮的介绍有够软，10块20有咧算，紧来免惊路途远。若是半晡到暗时，也有真济好料理，无论啥物时阵去，保证互恁真满意。热天若要食冰鸡，糖厂做的上下味，蔡冰实在会坚持，传统手工无机器，红豆、绿豆搁粉圆，配合健康袂伤甜。当工做的物件青，真正大碗搁满钱，毋免海角也天边，来者是喙见目见，嘛有蚵嗲甲果子，麦仔酒来食热天。青炒花枝甲鱿鱼，搁有好食鳝鱼面，梦西讲的是三丝，土豆油饭含素丝，崩皮来做鸡鱼肚，牵鸡就爱蓝乌醋，排骨米饭白菜卤，红烧水鸡煎甲酥，芋圆肉圆喙内包，当归四神来食补。食饭炖汤甲骹裤，笋干幼腻袂伤粗。现台青炒羊肉炉，人客要食着拍箍。菜包袂咸的菜脯，拢是传统的手路。鸭肉饭是好招牌，清炖切盘人客爱。下水姜丝煮汤来，鸭骨面线手路菜。物件好食阁无贵，无食咱的大心气。大家若是来到位，才知家己伤细位。盘手毋知要买啥，小解传统的大饼，滋味食落就知影。过带礼饼上出名，促进经济就爱拼，诸位姊妹甲弟兄。来到北港点心城，祝恁平安顺时行。